大家好，我係梁老師。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關於咧係點樣幫助小朋友咧掌握正確嘅筆順嘅。好啦，咁樣咧筆順咧其實係呢幾點：先橫後豎，先撇後捺，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外後內，進屋關門，先上船後划艇，先寫中間後兩邊。咁其實上課時間係好有限嘅，到咗某一個階段咧，小朋友識字量越嚟越多嘅時候咧，老師其實好難咧逐個字咁去教筆順啦。咁到底要點幫小朋友去認識筆順呢？又點樣知道小朋友嘅筆順係咪正確呢？咁我最近咧就同小朋友玩咗個筆順嘅遊戲㗎。個遊戲係咁樣㗎。嗱，要學好中文啦，要記字形啦、讀音啦、字啦同部首啦。咁我哋仲要兼顧筆順嘅。我記得喺我細個嘅時候咧，老師同埋家長對筆順咧都好講究，好有要求㗎。但係我長大之後發現咧，好多人咧個字係寫啱咗，但係咧個筆順咧係唔啱嘅。我做老師嘅時候咧，好多嘅觀課機會啦，觀察到咧有啲老師咧，原來啲筆順都好亂嘅喎。咁的而且確啦，將個字寫啱咗寫出嚟，冇人會去即係考究你個筆順啱唔啱噶嘛。咁但係我係覺得咧，筆順係學中文字一部分。如果掌握咗正確筆順咧，寫字係會比較快嘅。其實筆順都關於即係亦都關乎我哋個邏輯嘅。譬如話啦，圖書館個圖字啦，圓形個圓字啦，咁唔可能咧係寫裏邊先寫外邊嘅，一定係咧外邊個框夠大啦，即係間屋夠大，先至可以擠得落你啲嘅家私啊家具噶嘛。所以係先入屋後關門。但我發現咧，有啲小朋友咧個框得唔夠大咧，寫完晒裏邊嘅部件之後咧，先喺底下畫翻個框或者補翻個框，咁就會好突兀啦嚇，同埋好明顯有啲接駁嘅痕跡，咁就唔係咁美觀咯。所以我覺得咧，小朋友認識筆順係需要嘅。咁嗱，喺開始教小朋友認識中文字啦，同埋寫字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教佢筆順噶啦。但係遇到啲筆畫比較多啊，結構比較複雜嘅字嘅時候咧，就難以決定筆順嘅先後，即係個小朋友比較難以決定嚇。咁喺教科書上邊咧，我睇到筆順歌啦，亦都上網搜尋過筆順歌。咁原來筆順歌咧好多唔同版本嘅喎。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下，揀啲俾小朋友唱下啦，咁啊記下啦。但我自己覺得其實都好難記，反而我咁用文字記咧好仲容易喎。嗱，咁其實要掌握正確筆順咧，就要記得以下嘅幾點啦。個遊戲嘅玩法就係咁嘅。嗱，先同小朋友咧一齊讀咗嗰個筆順法則先，讀多幾次啦，等佢熟記啦。要預備一沓嘅字卡，每一張字卡上邊有一個嘅中文字嘅，而每一個中文字咧都係小朋友咧學過嘅。好啦，然後咧就抽取一張字卡啦，可以你抽或者佢抽啦。咁然之後請小朋友讀出個字，然之後咧請佢喺紙或者寫字板上邊啦，以正確嘅筆順，即係我哋筆順法則啦，將個字咧係寫出嚟。咁如果想提升難度嘅話咧，就可以俾佢冚埋張字卡，然之後讀完之後要佢自己默翻出嚟咯。咁呢個遊戲咧可以幫助我哋家長或者老師去了解個小朋友有冇掌握到正確筆順啦，亦都同時咧鞏固翻小朋友咧對於學過嘅中文字咧嗰個嘅記憶㗎。如果想提升難度咧，抽完之後請佢讀完個字之後就反轉請佢將個字默出嚟。嗱，呢個教學實驗咧，我同小朋友咧就做過。原來我個小朋友好中意玩呢個遊戲嘅，連續玩咗2個夜晚。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呢個遊戲啦，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揾到正確方法，揾到適合自己小朋友方法去教導佢咧係繼續學習中文啦。